俗稱強積金半自由行嘅僱員自選安排喺11月1號正式實施。由星期三開始，本港235萬名打工仔每年有一次嘅機會，將現職嘅強積金戶口入邊屬於自己嘅供款部分一筆過轉移到去其他基金公司同埋計劃。手頭上有多個強積金戶口嘅黃生話，以往都知道戶口分散難以管理，管理費又高，會藉住半自由行嘅實施，好好咁檢視一下自己嘅強積金戶口。我都盡快會揀定一間呢，成呢個有得自由行呢，就揀定一間就結合咗佢，咁可能都會容易啲管理啲嘅自己都。強積金市場突然之間開放，受託人機構嘅競爭變得激烈，市場就普遍預計強積金嘅管理收費會下調，而唔同嘅機構都紛紛出招，以減價、基金單位回贈以及係加推更加多嘅基金嚟到搶客。不過有股市分析員就話，管理費下調唔等於基金嘅表現會轉好。但係你話對於投資回報會唔會有幫助呢？冇。如果個市民自己唔提升翻自己嘅投資水平呢，係冇幫助。積金局亦都提醒市民唔好抱住人轉我轉嘅心態急於轉會，應該先考慮受託人服務、基金收費等等嘅因素。而完成所有嘅轉移程序需時6至8個星期，期間基金嘅價格可能會有低賣高賣嘅風險，所以要特別小心。而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就話，已經要求積金局全面檢視現行嘅強積金制度，喺年底之前要提交研究結果同埋建議改善嘅方案。ONTV 東方電視新聞台報導。